2025年3月3日，日本高松5天之旅。我哋乘坐早上9點25分，飛機由香港至日高松機場，航程3小時20分鐘。下午2點17分，辦理晒所有過關手續，出閘到 ORIX 租車公司，聯絡職員接我們去取車。今次我哋租咗日產 Serena 7人車，5天費用3800港幣左右。開車前立即揾附近餐廳食當地出名的讚岐烏冬，但嗰個鐘數好多餐廳已落場休息，唯有路過看看哪一間未收就坐低。呢間價錢好平，烏冬也很好吃。我哋選擇了一個辣，另一個唔辣嘅冷烏冬，跟住又去咗附近買水果和飲品。之後直接到瀨戶內海鑽石酒店，路程約1小時56公里，途經這條瀨戶大橋，橫跨日本4國，向川縣坂出市、道本州、江山縣倉敷市，間至瀨戶內海上必經之路，共10座橋樑，比香港青馬大橋長幾倍。5點20分到達瀨戶內海鑽石酒店，我哋 book 了房間包早餐。入住海景雙人房，地方也闊落，露台也可以外出。晚上選擇了這一間江山市燒肉攤一貼晚餐，車程大約45分鐘。哇！呢個晚餐後到附近藥妝才回酒店溫泉。第二天早上8點30分，天色不太好，在酒店樓下吃過簡單早餐後，出發倉敷美觀地區行街 shopping。我哋中午12點到達，路程24公里40分鐘。1點半在附近倉敷拉麵星加午餐。午餐後繼續行街買嘢。5點半出到江山永旺夢樂城，行多一陣就晚飯。當晚訂了旁邊江山格蘭比亞酒店頂樓的鐵板燒備菜吃晚餐，位置在江山站附近，步行6分鐘便到。我哋4位點了松阪牛和神戶牛套餐，2份套餐都加大了和牛，另外追加了2份活鮑魚。首先上前菜和湯，另外有鐵板燒平貝配蔬菜和蠶豆，繼續是追加的2份活鮑魚。有個嘢放㗎，如果你會細嗰個嘢將佢包落去。主菜是240克松阪和牛同埋280克神戶和牛。唔止啊，280唔止。應該冇牛。松阪就冇出名做串燒同埋鐵板。神戶牛柳啊！松阪啲成都係攞嚟做啲沙煲沙律。哇！講結果啊！第3天酒店早餐退房後，11點半先到江山城參觀。當天買了江山城、後樂園同林園美術館的入場券，
每位一共1120日元。岡山城一共6層高，還有1層地庫。我哋沿着樓梯行上頂層。之後步行到側旁的後樂園。下午2點15分，去咗附近 Central 餐廳食午餐。由於這區部分餐廳下午2點已經關門，所以還在營業的餐廳選擇不多。我哋選擇了壽司定食，質素一般。飯後到了附近夢爾土美術館。第3站到倉敷三井 Outlet Shopping。6點30分到豐隆 Washu Highland Hotel Washu Blue Resort 入住2萬1博兩食。放低行李，第一時間到酒店頂層露天風呂浸溫泉。我哋 book 咗7點30分食自助晚餐，這裏可以用2800日元追加酒精飲品放題，包括清酒、啤酒和紅白餐酒。大部分食品都是分配了1小份，也有刺身壽司和甜品。房間的露台外面對正瀨戶大橋，風景不錯。第4天早上7點半，可以看到天氣開始轉晴。酒店安排的是自助早餐。早上在酒店門口的環境拍幾張照，就出發去小豆島。我哋要乘汽車渡輪前往。在酒店到碼頭需時大約1小時32公里。10點02分到達碼頭，立即買船票。幸好剛剛趕到10點10分的船期，由新岡山港到小豆島土莊港，航程需時70分鐘。11點20分準時到達小豆島土莊港，第一站先去小豆島橄欖公園，路程12公里23分鐘。電影《魔女宅急便》的攝影場景、香草花園，還有橄欖山丘上的希列風車，讓你會情不自禁的想騎住掃把拍下這片美麗風景公園。魔法掃把可以在附近的商店免費出租給遊客拍照留念。第2站到韓霞溪纜車紅雲亭站，纜車車程5分鐘便上到山頂。沿途可眺望溪谷奇岩及小豆島海岸景色。山頂站有餐廳、賣店、觀景台、愛心樹、億萬元廁所，也有步道可散步。
喺呢度逗留咗45分鐘左右。2點45分回程落山，乘3點30分船到瀨戶內海。6點30分回到酒店溫泉及自助晚餐。第5天早上浸過溫泉後，早餐便退房。出機場前到附近大橋展望所駐車場影相。第2站去了下方田土浦公園。臨上機前去到高松機場環車附近食煎麵，完成了5天的旅程。